大家晚上好。今日繼續去做一個復盤嘅工作今日嘅重點會同大家講下成個下半年企一個加息預期，我哋個策略上嘅部署。因為今日係6月30號係6月份嘅一個最後一天咁明天嘅假期嘅，咁明日就開始下半年嘅第一個月已經進入咗一個漫長嘅夏季好唔好意思即係港股如我所言行咗個烏雲密布嘅技術形態，所以就係一路陰跌好憂傷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又去翻21年咁樣嘅情況。但係好消息係，我哋而家有一個半導體基建嘅呢一個需求會帶住個市都係仲有地方揾到錢但係所以上嚟講咧今日南向資金咧都有58億嘅一個資金去收復個市場但問題係指數係好弱嘅，科技收復咁今日PCB 啦、AI 算力啦、機器人啦都係一啲反彈嘅節奏。科指有收復咁樣阿里有呢個彈一彈，但係冇乜用，即係短線反彈咯。你做短炒都得恒指都係企23000呢個位咁樣整體上嚟講都係中心埋紅咁嗰個 ASMPT 咧，咁今日都有10個點。我哋都睇下中芯，華虹中芯嗰日5個點，52210個點都係跟到嘅話都冇問題嘅，都係早平呢個方向上係冇太大嘅問題，都係話弱勢市都有賺錢嘅一個標的策略。咁都係講咗呢個加息咗之後嘅方向已經俾咗我哋，都係跌為主噶啦都係睇翻華虹，睇翻中芯，睇翻亦叫創新，建滔可能而家有啲高，短炒都冇問題。美光呢個財報都係繼續講一講啦，帶動全行業嘅供求回暖而家可能賠率唔係太高但係問題係存儲呢條線都係短缺1709、3986、347美光講咗啦7月頭咧要注意下風險嘅時間點，然之後7月頭咧都會入咗納指呢個 space 今日真相機床都有15個點，如果前面有跟到嗰啲咧都 OK 嘅，華虹、海力士都係呢條主線，存儲都係呢條線，超威半導體可以關注一下，有突破信號。港合今日都有10個點，1989，今日都有8個點都有突破信號，都可以留意一下。1888可能都有機會，佢都會有機會向上走。然後2476，佢冇破位300都係有機會繼續向上走嘅。PCB 呢條線都係秋天，都係到秋天。8月份吧，8、9月份先會弱。PCB 講過啦，廣合、盛宏、建滔、華虹完全符合預期。3486係一個中線佈局嘅一個節奏，SBMO 都係。
今日想重點講下加息週期嘅一個部署，因為好多人對而家嘅一個情況唔係好了解。加息週期就係錢少咗，佢一定往最集中嘅一啲板塊上走。而家就係國產替代一條線，存儲一條線係俾人哋確定性嘅，然之後可以配置翻一啲收息股，收息股嘅一個策略。咁今日就係重點去講下加息週期嘅一啲現金流嘅一個講解。呢個又唔係話正話係加息去做嘅。咁實質上我哋都係可以做一啲匯豐嘅一啲收息股，去做一個持續嘅分紅。適合一啲穩健型嘅退休嘅一個投資者。咁第二嘅話咧，就係用做期權策略，你需要有一定嘅一個交易經驗，你要懂去做一個 short put 賣出期權，去收一個一個收租，收一個權利金，將呢個時間轉化為你個收入。咁如果你有一個正股嘅情況下咧，你可以賣出認購期權，去額外去賺一個權利金，都係冇問題嘅。咁第三種情況就係話你係一個穩健型嘅投資者。你係可以做一啲高質量嘅現金牛公司。美股就係有一隻 COWZ 係做一個現金牛指數嘅。每年有2到3個點嘅一個利息。都係相對穩健，有一個現金流嘅一個策略。咁另外上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做翻個月供嘅策略去平滑翻我哋嘅一個交易成本。避免使用過多嘅槓桿去維持翻一個足夠嘅現金水平，去有翻一個抄底嘅一個機會，即係話其實你就唔做，一定唔會蝕。咁你有一個多元化嘅一個收入來源，比如話你有房產收租，咁都係一個情況，即係話我哋有進取啲賠率高嘅一啲機會。而家防守嘅話咧，我哋可以做翻一啲收租型嘅一啲策略，分紅型嘅一啲策略。去避免價格波動，去擾亂你嘅一個情況。咁當然美股亦都會有一啲醫療保健嘅一啲板塊，同埋一個 ETF，去科技類嘅 ETF，金融類嘅 ETF 去做翻一啲進攻，都係冇問題嘅。即係具體睇翻你嘅一啲倉位上嘅配置。都係好個人化嘅。進攻有進攻嘅方向，防守亦都有防守嘅一個方向。咁今日想重點講解下一啲防守型嘅一啲配置思路。一個市場唔係得低去進攻嘅。進攻而家肯定係半導體啦。我6月18號講華虹或者講522嘅話，其實而家應該都有20-30個點，肯定都係有噶啦。140蚊、150蚊，而家200蚊。即係如果跟得到嘅話，或者呢個恒生指數呢個24,800做紅證做空，而家22,500啦，跌咗2000點啦。即係個市場係多元嘅。個策略係都可以嘅。最關鍵就係話你要睇翻自己個倉位同埋個止損係咪合理就可以噶啦。即係有人賺有人蝕咁樣，你賺得多少少同蝕得少一啲咁樣嘅一個情況。龍頭戰法啦，聚焦投資，減少操作，倉位加減，學識等待。咁樣都係講緊我哋賺錢其實都要靠一個趨勢去幫到我哋。我哋個道係乜嘢？我哋個道係捉住個趨勢，個勢係資金。好似琴日韓國要國家嘅一個資本去做多4間嘅一個芯片工廠。海力士都係繼續有預期，繼續有資金到。舉國之力，而家1347又係舉國之力。海力士係舉國之力，美光係舉國之力。咁其他嗰啲係靠自己嘅話咧，靠自己個產品咧，其實會困難少少。會困難少少。即係我哋跟住個勢去
截斷虧損，讓利潤奔跑。然後去做翻一個倉位上嘅配置啦。分析財報其實就好似美光嗰個財報咁樣，我哋睇佢護城河好深85%嘅一個毛利率帶住成個存儲嘅一個需求向上走咁你都唔需要去已經知道呢個答案，你都唔需要去用咩估值模型或者用一啲量化嘅東西啦，就一路跟住存儲呢條線個度就係存儲呢條線低位入，高位出就係一個財富列車交易法嘅一個方法，去揾到個方向，定咗存儲呢個板塊，盡量低位去做多，盈虧比合適，賠率足夠，重複去操作就係上一條高速公路美聯儲而家係落緊雨嘅而家好似外邊嘅天氣咁樣落緊雨嘅時候就去翻啲乾室內去行翻高速做翻高我哋嘅一個決策質量，選擇比努力更加重要，用適當嘅槓桿，用時間換空間。OK。今日再同大家講下一個活動啦，一個學習機嘅一個活動，7月份嘅一個日金100萬以上咧，就會有呢一個學習機贈送嘅，咁佢係大屏，然之後硬件整合，然之後有呢一個投研內容，12寸嘅大屏，然之後一站式嘅一個投資內容。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入金之後聯繫我。好，係今日嘅副本就到呢度，多謝大家。